2025年3月26日，四旬期第3週星期三，主題：展示法律和先知。猶太學者中有一種非常流行嘅講法，翻譯閱讀聖經就好似通過面紗去親吻新娘。也許冇咩地方好似今日福音中所講述嘅咁明顯。瑪竇係點樣想像舊約同埋新約，梅瑟嘅法律同埋耶穌嘅教導之間嘅關係呢？實行新約嘅法律係唔係意味住廢除或者無視梅瑟嘅法律呢？如果連法律上嘅一個小字都唔應該消失，咁樣法律中嘅規定嘅犧牲同埋猶太食物呢？安息日呢？我哋係咪應該教導同埋遵守所有呢一啲規定呢？嗰啲熟悉聖保祿嘅人知道佢嘅著作比瑪竇福音仲要早20年，都知道佢對法律嘅睇法。喺佢俾羅馬人嘅書信中，我哋讀到咗法律嘅終向係基督。喺加拉達書信中，我哋係死於法律，脫離法律。宗徒大事錄中就話俾我哋知咗宗徒們嘅決定，外邦嘅基督徒係唔應該被要求俾佢哋嘅兒子行割損禮，亦都唔應該遵守猶太人嘅食物條例。咁樣俾人嘅印象，即係法律嘅順從隨住基督嘅來臨而結束。但係呢個係耶穌嘅意思嗎？法律和先知呢句說話意思唔係指具體嘅誡命、規則同埋條例，但係佢亦都代表我哋聖經嘅第一部分，我哋稱之為舊約，正係聖經嘅第一部分，講述咗救恩係導向咗耶穌降生嘅故事。正係咁樣，我哋發現咗隱藏喺嗰度所敘述嘅人同埋事件背後嘅基督嘅奧秘。冇咗佢，我哋將永遠無法理解天主係點樣同人類打交道。我哋從嗰度來，以及整個受造物嘅目的係乜嘢？聖奧斯定喺佢嘅名言中完美咁樣捉住咗今日呢個段落嘅意義。新約隱藏在舊約中，舊約展示在新約中。我哋大多數嘅人都熟悉聖熱羅尼莫聖 Jerome 所講嘅，不認識聖經的，就是不認識基督。係嘅，耶穌完成咗舊約法律嘅一切祭獻，宣告咗所有嘅食物都潔淨，並教導我哋喺安息日行善。但係佢並冇好似教會中嘅一啲異端團體咁樣講俾我哋知無視法律同埋先知。所以我哋再次邀請你承諾去閱讀整部聖經。你可以將佢睇作天主寫俾我哋嘅一封私人嘅信件，喜悅咁樣閱讀同埋去聆聽，並從中學習點樣去生活。然後當你被佢塑造咗，將佢交俾別人，咁樣你就會喺天主嘅國裏邊成為偉大。